其实啊，这射箭呢并不难，你本身功夫就不差，连写字画画这么难的事都做得那么好，射箭呀，只要勤加练习，一定能成为大业第2神射手。那往后伯爷教我画画，我教伯爷射箭好了。其实如果画画不喜欢，就不必去学那些，书画本就是怡情养性之物，不会也无妨。可是，若将来咱们在一起了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和伯爷琴瑟和鸣，当神仙眷侣啊？画画此言差矣，一来我们将来一定会在一起，二来，画画会的东西有很多。画画喜欢骑马，喜欢射箭，喜欢漂亮的衣裳，喜欢好吃的甜点，这些柔某都很喜欢。你我2人之间已经走近了很多，剩下的就交给我来，好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好吧。虽然我很喜欢琴棋书画的，但是我为了你可以忍痛不学。那柔某可否也忍痛不学射箭啊？那不行。好，都听画画的。柔某定勤加练习，早日成为画画的高徒。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，那我奖励你一下吧。画画想要如何奖励我？别动啊！明日靶场见。